今天到點，我們給港島的一位粉絲來改裝一把車鑰匙，一把本田的車型，看一下，來升級我們家液晶鑰匙有什麼不一樣。我們給他檢測一下遙控信號，檢測4個按鍵的信號，沒問題之後就可以開始給他改裝了。用我們的工具拆開鑰匙的外殼，取出裡面的芯片，就可以升級了。這位粉絲也是刷到我們的視頻，有考慮，就把他的愛車鑰匙發過來了。我們也不能讓他失望，給他升級好功能，升級好外觀。他的原車鑰匙我們給他安裝，寄回去，然後接下來把芯片放在焊接台上，用我們裝用的每一根排線焊接到這個芯片的每一個按鍵上。細節的話一定要焊接牢固，因為要保證改好可以長期使用的。好了之後，我們拿出粉絲要改裝的液晶鑰匙，選配的這個款式的話是一個水滴型，外觀的話比較輕小比較薄，平常攜帶出門非常方便。屏幕給它定製的一個本田車標，看時間看日期非常的順手，還可以觸摸操控。額外給它的車添加了無進路，可以讓它靠近車輛自動解鎖，離開車3到5米自動落鎖，以及鎖車身窗。兩個鑰匙對比的區別也是非常大。功能我們會備好調配好功能，再次檢測信號，確保信號頻率一切正常之後，打包發回去，直接就可以使用了。